香港9一組排球聯賽2026，就由2025年排總杯嘅冠軍人就對住麗勤噶。今季嘅常規賽呢，就會沿用呢個單循環嘅賽制啦，設有冠亞季殿嘅獎項噶。常規賽呢，頭4名嘅球隊呢，就會晉級呢個總決賽，淘汰制嘅形式呢，去爭逐呢個總冠軍。總決賽嘅階段呢，更加可以引入呢個外援啦。咁啊，同埋晉級咗呢個總決賽呢，更加可以瓜分20萬嘅總獎金。講翻呢場波啦，今場呢，雙方第一局都打得幾緊湊下嘅，最終人以25-22呢贏咗麗勤，攞咗一局先啦。第二局啦就贏25-17嘅。落後住2局，麗勤呢都放開嚟打啦。第3局追翻一局啊，25-15啊，總比數呢就追翻到1-2。咁但係人呢就始終有溫家南喺度啊。第4局呢就攞咗成11分嘅，9次嘅扣球成功啦，1次嘅攔網得分，仲有1次呢發球直接得分。第4局呢攞咗成11分咁多。4局加埋總共攞咗成29分翻嚟嘅，屬於全場最高，帶領住人啊喺第4局啊以25-19擊敗麗勤，完成咗首輪嘅賽事。